罗卡头村头第次杀子瓜比你吃体子瓜经验哦。说子瓜嘛体肉里也说的马跑，我得来我别个拉那嘛，我阿姨得别家来别喽。也说呢一得说走，阿妈里我得努我边厕所是怕比，来我别个说日子啦别个喽。也说呢，有我的，你还嘛阿记得，花起比咱们阿六百年，出咱那，一个就阿面着嘛怪比，三点嘛忙啊白喽，一年带我听嘛怪比，有我的初步提入呢，一下米怪比，咱屋路阿面上门喽。过来呢，伊那我在是在这哥哥，马路呢阿里也是的都家喽，在伊里我那推了烟哦，我在家推面嘛，这个是我是娃嘛在家些事呢，哥哥我在是在这边，我就下个打我，哥哥呢我呢我后面的后娘。努贝尔阿面可日都下个大喽，我里呢，努年咋年多年，你婆婆比做啥的别个我别喽，我里俺们无啥呢，一代说就你们去努面的我花了我里呢，努力加个大嘛阿妈的，个里我哇别个喽，之前比如里，去下个大事。我啥的木马不嘛，拉错呢，一推了搞了别了。